来关心行政院，也个嘉义县政府和台积电共同宣布讲，要伫嘉义科学园区起2座先进的封装厂，伊若占地大概会有20公顷，而且按算是伫今年开始动工，民国117年会当开始量产，内底按算会有4000个工程师。台积电正式要伫嘉义科学园区起先进封装厂，虽然工厂都还未动工，已经开始有厂房资金进场，提高当地厝价。对于台积电设厂，大部分当地民众拢是乐观开放的态度。可以让那个青年可以回家来这边，在家工作机会比较大。地方蛮浓啊，就业啊。从主要就是有就业机会嘛行政院副院长林文灿、经济部长王美花、嘉义县政府甲台积电举行3方会商了后，对外公布，要伫嘉义科学园区起2座CoWAS先进封装厂，差不多20公顷宽。第一座CoWAS厂会伫今年动工，117年量产，预估会有3至4千个工程师入来。嘉科需要基础建设，也需要跟生活圈结合，包括水电、连外道路。那包括污水处理跟再生水厂，我们会全力做嘉义的后盾。台积电对外表示，因应市场对于半导体先进封装厂产能真大需求，计划伫嘉义起先进封装厂。不过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是讲，台积电原来考虑要伫日本设先进封装厂，甚至将台湾限定的CoWAS先进封装技术引入日本，渴望提升日本半导体产业。如果台积电的先进制程在日本会持续扩厂，那么当然有可能先进封装需要也在日本，因为日币这几年都在贬值，所以目前日本是有在成本上是可以接受，所以确实这个可能性是有的。专家认为，若做台积电伫日本起先进封装厂，可能会有技术外流的风险。海外布局主要是为了分散地缘政治风险。日本起先进封装厂应该是考虑就近回应客户的需求，但是是不是会照做？台积电并无正面的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